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21，诗篇75篇60到70安尼讲：人高升，毋是对东，毋是对西，嘛毋是对曠野，只有上帝施行审判，伊互即个降低，互迄个高升。三个来祈祷，互阮降低也是高升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有大权能、大气力、大阳光的创造活命主宰。主啊！你伫至悬的所在设立你的宝座，你伫地上设立你的脚踏椅，你的目睭遍插全地，你监察世间人。主啊！全地拢要来学乐你，今若有气势的，拢要来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！因为谦卑敬畏你的，你就要赏赐予因好业、尊贵、活命。主啊！谦卑的人的心愿，你已经听见。你要陪伴因的心，你要压耳孔来听，因为人高升，毋是对东对西，嘛毋是对旷野，只有你施行审判，你互即个降低，互迄个高升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